大家好，新一集嘅揮霍本地波又同大家見面咁啊！本來咧就今集嘅節目咧原本就係琴晚嘅 live 嚟噶，不過咧因為工作關係啦，真係唔好意思，琴晚嘅節目咧就同大家做唔到 live 啦，所以咧就同大家做翻個錄播，講翻 ACL 兩隊香港代表東方同埋大埔。究竟喺呢一個賽事當中，最後一場波踢成點，有啲咩睇法？咁啊，呢一節咧先同大家講咗東方先啦。當琴晚大家睇到頭場東方作客對住越南嘅南定大敗0-9，咁啊當然咧就網上就好多批評啦，呢個亦都係好正常嘅事嚟嘅。東方亦都迎嚟咗呢一個亞冠2香港球隊嘅最大嘅一場敗仗。之前呢，對上一次呢，就都係佢哋0-7輸俾呢一個拉查姆利嘅時間已經係刷新咗紀錄。今次呢，去到9-0添咁啊，所以呢，網上邊好多人呢都作出好多啲批判嘅聲音。我覺得呢一樣嘢亦都非常之正常嘅。大家知啦，東方喺呢一個亞冠嘅路途，其實去到最尾呢一場之前，一早就已經係5連敗，咁就篤定提早出局咗噶啦。咁啊，輸俾越南南定亦都唔覺得好意外，但係輸到0-9呢，的而且確係幾災難級嘅一場大敗啦。咁啊，當佢哋嘅官方 page 輸咗波之後，咁啊出咗張冇相嘅一個黑圖啦，咁啊淨係寫住個賽果，就話 We suffer together， 咁啊俾人鬧到好金啦嚇。We 係咩意思呢嚇？你 suffer 唔係代表我哋 suffer。而家個 We 咧就係香港其他嘅球隊同埋香港嘅係數都同你一齊 suffer。咁啊出咗個 post 之後咧，又都再一次咧鋪天蓋地咁俾人鬧啦。東方咧喺呢一場波作客去到越南，其實個陣容都絕對係天殘地缺㗎啦。本身主力陣容已經傷嘅傷，唞嘅唞，再加埋咧啱啱上一場喺本地嘅聯賽又傷埋2個左閘，咁啊真係雪上加霜。咁所以咧，其實你見到佢哋亦都要作出一啲適當嘅調整啦，亦都係冇辦法之中嘅辦法。咁啊，見到你今場波排出嘅陣容就係守門員廖富源啦。咁啊，巨之龍咧就打咗個左閘，咁用咗羅倫士打中堅，傻邦咧就打咗個右閘，咁啊出任隊長。咁啊，賀爾咧同埋阿梁冠聰咧，可以咁講就係一個叫做攻中加翼位啦。睇下佢哋攻守轉換嘅時候，咁基本上梁冠聰同賀爾都喺左右兩邊咧，喺呢一個防守嘅時候咧縮得都幾後啊。當守嘅時候咧，都可以話5後衛3中堅加對閘咁樣啦。咁啊，中場3個咧就用咗黃飛揚啦、劉君正同埋傻邦3個防守中場，攻中嘅責任咧就交咗俾大佬馬高斯。咁啊，前邊咧就用咗大久保休做單箭頭。咁但係基本上可以咁講，東方整場比賽裏邊，佢哋可以做到嘅攻勢就肯定係寥寥可數啦。咁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哋真係太早失波。今季嘅東方喺整個亞冠嘅比賽當中，尤其是好多場嘅大敗呢，往往都係好早失波，令到班人都幾快泄氣嘅。咁啊，呢場波更加唔例外啦，2分鐘都唔夠，1分40幾咁就已經喺禁區裏邊咁就失咗一球。2-0同3-0亦都係短喺幾分鐘之內。咁其實大家如果睇波睇遲咗，可能你睇10分鐘到先去開個 live 嚟睇嘅時間呢，其實已經3-0啦。咁整場比賽亦都冇乜必要咧，逐個失波去叫做鞭屍，甚至乎去批評邊個守得邊個。因為整場比賽嚟講，可以咁講，東方整個防守都當然係千瘡百孔。大敗一場波，主要就係嗰個戰意咧喺好短時間已經崩潰咗，即係咧你見到東方整場波踢得最好嗰段時間，反而喺下半場，當佢哋輸到差唔多係8-0、7-0之間，有10零分鐘咧，係越南人定當然就整場比賽都要狂攻啊！咁但係喺嗰段時間，反而東方算係守得比較穩陣啲。其餘嘅時間呢，大部分都係不斷地捱打，連做個波上去停個波喺前邊做下啲短暫嘅威脅嘅機會呢，都係寥寥可數。咁整場波就好似一隊
攻強守弱，好似啲榜首對住啲降班魚腩球隊咁樣，完全係冇得踢，甚至乎有啲球迷話係大人到細路仔咁，我覺得都絕不為過啦。主要嚟講咧，大家都知道嗰個出線嘅形勢都好有關係啦。你話東方一早提早出咗局，咁啊基本上就勝負就係完全係無關痛癢。咁啊至於榜首嘅呢一個大阪飛腳咧，亦都一早已經攞9分咧，係以首名出線噶啦。咁啊所以咧其實另外一個出線嘅席位咧，就係拉查姆利同埋越南南定呢兩隊球隊嘅之爭。咁因為佢哋兩隊咧喺賽前咧，嗰個分數咧係好接近。咁只要咧拉查姆利輸咗俾大阪飛腳，而南定贏到東方嘅話咧，佢哋就會同分。咁因為之前兩個回合咧，佢哋嘅對賽成績一隊咧就贏3-1，另外作客又輸翻0-2，咁變咗其實對賽成績係一模一樣。變相咧，越南南定除咗自己贏東方，望大阪嗰邊贏拉查姆利之外，更重要咧就係要追趕嗰個得失球。咁啊，所以咧其實當喺個戰情一路發展嘅時間咧，最初咧呢一個南定咧係要入11球先至可以追到呢一個拉查姆利去壓個對手以第2名出線。咁但係當然咧，隨住戰情嘅發展啦，當佢哋上半場領先6球，去到下半場嘅時間，亦都見到大阪真係領先近1-0嘅時候，咁啊入少一球咯。咁啊去到尾嘅時間，最終咧大阪飛腳咧係2-0贏咗拉查姆利。咁即係話呢場波咧，只要南定咧入到10球咧，就可以咧壓過拉查姆利以第2名呢個資格出線。咁啊到最尾就因為入得9球啦嚇，咁啊入嚟入去都入唔到，因為其實第9個入波已經係補時階段。當9-0出現咗之後，其實要入多球咧，其實個時間都唔係好夠。咁啊最終真係以一個得失球飲恨。咁啊另外一邊嘅拉查姆利就輸波咁樣出線，同大阪就攜手以頭2名出線。跟住越南南定咧，即使場波大勝9-0都好，都唔能夠咧喺呢一個小組度出線。咁當然就係有少少遺憾啦嚇。咁啊我相信呢一個亦都係呢一場波點解南定會大炒到東方嘅主要一個原因。一隊就毫無戰意，一隊咧就呢頭入波，嗰頭就已經鬥快要執翻個波出嚟去盡數對手。咁所以其實就係一個好典型嘅攻防戰。咁而東方似乎咧喺整場比賽當中，亦都係毫無招架之力。咁我相信咧好多球迷對於東方今季亞冠嘅賽事嘅表現當然係好失望。我相信令到球迷更加唔滿意咧，就係佢哋過去呢幾場喺亞冠嘅比賽，當佢哋知道已經出局之後咧，似乎嗰種無心戀戰咧係都幾明顯。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佢哋近日呢2-3場比賽裏邊接連大敗嘅一個好主要原因咯。你見到班人咧，嗱先唔講之前啦，就係講呢場波開波個頭嗰幾分鐘，完全就係防守唔集中啦，成班人好似發緊夢咁樣。跟住短時間之後，咁可能講緊係10分鐘裏邊已經連續輸咗幾球波。咁好短時間之後，已經奠定咗你呢場波就係注定要大敗咁樣。咁而見到佢哋整場比賽裏邊嘅戰意的確係非常之差嘅，好似成班人冇心機啦，即係頭耷耷啦，輸咗，又一球啦，輸又一球啦，輸咗一球啦。通常咧，你見到9個入波當中，好多時嘅失誤，一係就空晒，一係咧就起腳，然之後咧大家就你眼望我眼下入咗啦，咁樣又走漏咗人啦，呢度有漏啊，咁啊基本上你話要怪廖富源，有好多人咧攞去做戰犯，咁但係更加講就係整個後防線整隊波保護龍門，一隊中堅喺嗰個中路嗰個防守完全都已經係散晒啦。個別有1-2個失波係同廖富源係有關，咁但係唔可以完全怪晒佢咯。咁其他球員整個防線由前線開始，基本上都已經係崩潰咁樣啦。咁啊，就見到即係我戥班球員慘咯，喺整場波裏邊，好似喺度捱時間咁啊！完未啊？嘛又一球啦，完未啊？又一球啊！又即係嗰種嘅無奈同埋失望咧。我覺得對於球員喺場上邊嚟講，係一個幾大嘅煎熬嚟嘅。即係你見到10分鐘已經3-0咯，跟住去到20分鐘已經5-0咯。咁上半場就6球，下半場一出嚟又輸個12碼咁樣，一嘣嘣嘣嘣嘣咁樣。
咁所以其實整體嚟講，我覺得東方喺呢一個亞冠嘅賽場裏邊，令到大家都相當之失望。我相信最主要嘅原因就係佢哋嘅戰意的確係好差。咁好多人呢就會開始去追溯翻啦。我話冇咗葉鴻輝，什麼都不是。咁我覺得呢一樣嘢，如果有阿輝喺度嘅時候，可能有個大佬嗌住班人，可能嗰種嘅精神面貌可能會好啲，可能都係輸，但未至於輸到好似而家咁樣嘅情況。咁大家可以睇翻整個東方喺呢6場嘅亞冠嘅比賽當中嗰個嘅戰績，同大家簡單總結啊。首先呢，第一場嘅小組賽咧係作客大阪飛腳，當時就輸3-1啦。大家仲記憶猶新，基華利頓射咗個好精彩嘅一個遠射，一度都令到大家覺得，咦，東方就算輸都好，有啲嘢睇下，未至於話即係一沉百踩。咁啊，跟住然之後第二場波，即使佢哋喺主場對住南定，都係僅輸1球啫喎。咁兩場波，大家個感覺都係覺得東方都仲有力一戰。咁但係去到即係第3輪啦，去到作客拉查姆利大敗1-5，跟住然之後翻到嚟主場先至係災難嘅開始啦。咁啊，作客輸1-5，翻到嚟主場更加係輸到0-7俾呢個拉查姆利。然後咧對上一輪咁啊，亦都喺翻自己嘅主場再一次大敗俾大阪飛腳。咁今場波去到作客南定更加係輸到9球。咁啊，即係睇翻數手指整個亞冠嘅旅程裏邊，東方踢咗6場波，當然係全部輸晒啦，入咗2球，失咗30球，咁個得失球係28球，咁就相當之誇張同離譜。大家可能都會覺得喺實力上的，而且個亞冠2嘅球隊同香港嘅球隊係有一定嘅距離，但都未至於輸波輸到咁樣，真係名副其實4-5-6都不足以去形容東方呢一個亞冠2嘅大敗。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令到球迷覺得，哇，你呢隊波冇心搞，唔好搞啦，然後又搞到咁香港嘅球隊嗰啲係數俾你即係敗晒啦。之前傑志辛苦苦喺過去嗰幾年打翻嚟嘅係數，俾你同李文呢2年呢好似倒水咁樣倒晒。咁啊，我哋呢好快呢就會去到踢亞挑杯啦。咁我覺得究竟香港嘅球隊佢哋適合踢亞冠2定係亞挑？我覺得呢個係另外一個話題。但係最重要就係講緊，既然要代表香港嘅球隊個表現同埋嗰個組軍嘅取態，相信就係令到我哋最失望嘅地方啦。即係球員呢，就係聽教練嘅指示啦。咁到底教練呢場波嘅指示係點樣呢？阿 Chino 點樣去話俾啲球員聽？究竟呢場波你落去要點做呢？咁可能你所有賽前嘅部署都完全執行唔到啦，因為你開波頭嗰幾分鐘已經乒乒乓乓咁輸，人哋呢就呢頭入波，嗰頭就喺個網度執翻出嚟嚇，搶錢咁搶嘅。整場比賽可以咁講，南定大勝一場係非常之合理啦。到最尾佢哋有少少悲情咁樣出局，咁可能只能夠怪佢頭幾輪嘅表現不濟啦嚇。點解要去到最尾要咁樣大炒東方11球先有機會出線呢嚇咁樣？咁啊呢個就人哋嘅事啦。咁但係講翻東方的，而且確喺整個 ACL 亞冠2嘅呢一個旅程裏邊，令到大家覺得，喂，你哋又冇心機搞。咁啊，再加埋啲客觀因素啦，主力嘅排隊受傷啊，啲年青小將亦未能夠及時上位，咁呢個整好多樣嘢加埋，令到東方近期係真係可以咁講係好災難咯。大家可能仲記憶猶新，上一季嘅東方同埋理文呢2隊香港嘅代表調翻轉，當時俾人鬧到撲街就係理文喎，今年就輪到東方做咗舊年理文嘅角色喎。舊年嘅東方就算係幾場波都有試過大敗㗎，但係個表現令到大家好有驚喜喎，好有誠意喎。咁當然啦，人腳上好唔一樣，咁亦都直接影響表現，對手亦都唔同。咁但係當你一早知道自己有份踢亞冠嘅時間，到底你嘅組軍嘅取態係點呢？我就唔認為呢一個叫盡力而為啦，因為你仲有好多空間可以做。喺亞冠2呢一個舞台，大部分嘅球隊，尤其是啲東南亞球隊，都係叫做屈鬼㗎啦。即係你見到大部嘅對手，基本上場場都係邊個啲外援質素高啲
或者能夠可以用多幾個外援，其實同個表現都幾直接有關嘅喎。你見到就算而家越南有兩隊，甚至乎拉查姆尼，佢哋都係好多外援。喺一個冇限外援嘅制度之下，你不單止喺呢一場波裏邊，你見到輸0-9啦。我哋數翻今場波，東方喺正選用咗幾多個外援呢？羅倫士啦、巨之龍啦，跟住中場嘅荷爾啦、馬高斯啦、大久保優，即係用咗5個嘅喎。喺可以無限外援嘅情況之下，你連喺本地用6隻鬼嗰個正選嗰個陣，你都排唔到，你實力已經唔夠人㗎啦。咁你仲要讓鬼喎？咁當然啦，讓鬼只係一個逼不得已嘅情況，大家都知道，唔係有心讓啦，係根本冇人用。咁冇人用係咩原因啊？除咗受傷之外，就係你組軍嘅時候，你究竟有冇簽足夠嘅球員去應付呢一個亞冠2呢一個賽場呢？咁呢一樣嘢呢，先至令到大家好激氣嘅地方。無論你係唔係東方球迷都好，呢一個咁嘅大敗係好難令到大家接受嘅一個嘅結果嚟嘅。咁但係調翻轉喎。你嘅組軍取態係咁樣，你嘅表現係咁樣，你排陣係咁，你作戰態度係咁樣，大敗都非常之合理喎。你咁樣先有好表現，先至唔正常喎，係咪先？咁好啦。你話有好多人講話東方呢2-3年用咗好多年青小將，亦都令到好多後生仔有上位嘅機會啦。我哋數過去好多個好有質素嘅球員都喺東方度出嚟啊，佢哋青訓係做得好好啦咁令到大家對於東方呢個青訓呢一個體系咧就充滿住期待啦。會唔會再有另一個吳宇希啦、馬希偉嘅2.0啦等等嘅球員？咁但係始終年青球員要上位要成熟都要時間嘅。你見到今年好似幾個年輕球員，譬如好似今場正選嘅黃飛揚又好，或者高銘豪都好，其實佢哋要成長都要時間。好啦，你話喺呢個亞冠2呢一個嘅旅程裏邊，你咁樣大敗一場又一場輸完0-5，再輸0-7，呢場再輸埋0-9，你係咁擺啲年輕球員落去，我就睇唔到佢哋喺呢啲比賽裏邊有啲咩進步咯，淨係攞到一種大敗嘅打擊咯。我唔認為呢啲比賽裏邊你出個年輕球員會令到佢有咩進步喎。即係如果我係個僆仔出嚟原來我哋同對手嘅距離係爭咁遠㗎，咁我學到啲乜嘢先我嘅隊友又提唔到我你眼望我眼，呢個頭耷耷啦，後邊嗰個咩鬼嘢大佬巨之龍又淨識得屌人嘅。喂，我係年輕球員，我點進步啫？咁我覺得呢一個同之前嗰2年東方展現嗰種精神面貌係都幾極端咯。有球迷話：哇！東方喺呢一個亞冠由天堂跌落地獄只係半季，咁的確係講得啱嘅。佢哋喺上一個球季嘅時間踢緊亞冠2都冇幾耐之前，隨時1年前都冇。咁點解個分別咁大呢？就係因為有一啲有能力嘅球員、有實力甚至乎有經驗嘅球員可以帶動到班僆仔上到位咯。咁而嗰啲中生代又慢慢成熟啦。你睇今年就算唔好講啲年輕球員，就算連 Fago 都踢得比之前差，馬高斯更加係再大咗1年，然之後佢嘅速率亦都不及之前。咁再加埋呢個係亞冠2嚟噶嘛，人哋嘅對手原本就應該實力比你強嘅，咁你仲要喺一個咁嘅情況之下去應付，咁唔輸就有鬼啦。不過去到0-9呢場波，的確係令大家非常之極度失望。東方呢一場嘅大敗，亦都成為第一隊喺自02年後改制之後得到0分嘅香港球隊啦。即係大家知道，即係改制意思，即係由亞協去到之前嘅亞冠，跟住去到而家嘅精英制分咗3級之後，最大嘅一場敗仗就係0-9啦。冇咗葉鴻輝，東方真係爭咁遠咩？咁我覺得其實真係一個都幾重要嘅一個連鎖效應。有個精神領袖嗌住隊波，跟住然之後喺個後防裏邊令到班後衛會定啲，啲大佬定啲，人都可以嗌住啲僆仔，後邊有人去提場。咁但係而家你用咗廖富元臨危受命之下，大部分嘅時間都係踢緊後備嘅佢，你想佢做到啲乜嘢呢？咁絕對就好難一下子去代替到葉鴻輝個位置。你而家香港隊都揾唔到啦，更何況東方，係咪先？即係咁短時間，呢場波完咗之後，無論你係咪東方球迷，大家睇完場波嘅賽果，都會好似係大頭哥嗰種反應。唉，咁樣，即係呢一個嘆氣係包含住千言萬語。咁當然啦，聽到節目嘅朋友，
有啲咩意見咪留言發洩下咯。咁純粹同大家做翻呢一集，講下東方喺呢一個亞冠二嘅旅程裏邊，令到大家有幾失望。講到香港球隊嘅係數啦，下一年仍然都仲係勉強最後一年踢亞冠二㗎啦。暫時嚟講，去到再嚟到26-27年再下一個球季，相信香港球隊就一定必須要面對踢亞挑杯嘅呢一個命運。咁所以呢，即係能夠代表香港嘅球隊踢亞冠二，應該好好地珍惜啦，剩翻一屆嘅啫。咁唔知道幾多年後香港球隊再有機會可以爭取啲係數，可以上到嚟 ACL2。相信東方經歷咗一個慘淡嘅亞冠二旅程之後，佢嚟緊下半季面對住本地賽事嘅話呢，應該都相當之難捱。希望佢哋咧喺季中真係可以適當地簽翻一啲有實力嘅球員翻嚟咧，叫做止下血。如果唔係嘅話咧，今年東方喺呢一個本地賽事嘅成績，相信大家亦都唔會有啲咩期望噶啦。好啊，今集同大家講到呢一度，嗱，唞一唞，休息翻嚟，轉頭咧同大家講大埔。